在过行嘅苗栗手摇产业，谈论养在一件件晒起国外，人家人买黑的。不过上万嘅李鹏兴利用采体石头山能油嘅肥奶，做出全新嘅上万手产品，还同上万嘅茶心产业合作推出台湾共泡茶，希望同上万产业带来新嘅可能。有度嘅手机传过来，规茶嘅适拍嘅瓷笔天天来出来，一规茶嘅马克笔再用台湾作为使用，为手出业。苗栗是喺台湾肥嘅产业嘅重要所在，不过迎接较便宜嘅中国东南亚作为东西嘅冲击。苗栗嘅肥嘅工厂就竟然靠冇話多嘅，已經人工冇到50些肥嘅廠，行開3萬天去搶油嘅。因为伊个牙个皮下个每双吼，伊迄叫咩？都台湾变贵的、变贵的啊！咱们少量的东西都是台湾，安尼啊台湾生产。哦，台单的全部转到叫咩？哦，东南亚台陆去的啊。做出决定为社會好品質，需要經過300億由社會嘗試，先派成期嘅出牌，並照顧好收別。並以油度做700億600人土嘅輸售，仲有做輸售過嘅，哦。其實係冇清出嚟，係冇清啱。等輸售過後，用手工上好一層基本色嘅油，個送轉油爐度做1200人土嘅油售。用噴呢，要大型的才比較會有，張衛還有用噴的。你像我們這樣小型的，大部分也是還是用手工的。切面愛做嘅，最後做將來上銀行嘅注意，啲馬克筆當局貼上專業嘅貼紙，個標準油爐度烤法。貼上去還要經過800度窯爐800度再烤一次，烤一次就整個就不會掉了。這個只是一個像這個黃黃的哈，只是一層薄薄的膠膜而已，阿拉伯膠，那個在。300多300-400度就燒掉了，好，就會留在這個顏色那些就全部就顯示在好陶瓷上面。一套泡泡嘅專業嘅貼紙貼到馬克筆當局，一時要技巧，一本馬克筆少難依賴。因為要冷呢哈，然後它這個弄熱以後哈，我這個接着力比較好，比較軟，可以軟化它，所以。把這個水分，就你那冷的話會變成說料會它比較不服帖，有沒有哈？你像這樣子的話，弄熱下去，我貼下去就很服帖，然後我刮，把這個水分刮出來，就很好刮。安泰廠房搶有兩個歡迎家裏做事，關於來遊戲的故事，家裏講幾隻肥嘅工廠去做一條路，家裏都話。因為也係13年，做準其他3年來用。上釉啊，好灌漿啊，在那邊都是灌漿的啊，用注漿的啊。然後要架那個接啊，要接這個啊。有像這個耳朵有嗎？它本身是機器，那邊機器這樣，像那個做碗這樣子做好，然後這耳朵才另外接進去。早啲民國72年，台灣經濟變好嘅時代，一間肥業廠搶做老人茶做嘅禮盒，做當無限，做幾多做咗賣幾多。呢條價收講，佢用時根本就搶因支票供應。家下嘅哈禮品也非常好，家下嘅哎呀嗱一年哈，你像禮品，你像個以前嗰度哈促銷品嗰度，全部都用陶瓷啊，哈，光一個。一隻重陽節哦，挨到家下從2-3月2-3月份佢開始生產到，哦，就一個重陽嘅禮品。按好嘅講件就見冇嘅，一下肥業廠嘅產品，做嚟講係乜嘅都有，只要有人貼，再想辦法生產出來。唔係天挨上做喎，哦，因為也沒用庫存式生產嘅呀，也還用。哦，訂單式生產啊，我用馬街還是做馬街，用咱生產啊。你講哦，做庫存式嘅吼，壓力強大嘅。最近有一項產品，當初都歡迎。
啊，像去年的方啊，就是推叫台湾泡茶，啊，台湾就结合个呢陶土三湾烧啊，用呢一家本菜地的种陶土来烧的种茶，个来拌，啊，放下来做一只组合礼品。老头拜业老人茶组唔同样嘅，3位民間團體整合啡嘅廠、老茶廠，推出嚟當有菜體米嘅茶米嘅禮盒。茶叶黑莓散晚没落的东西，如何让它重新找出它的生命？所以将为茶叶老3湾烧去做一个结合，产业的结合安尼。為了做出整件菜體嘅產品，啡廠向個貼片走落一邊嘅經驗，用3萬石頭山鐵油嘅肥奶來燒來做。石頭山的泥土也燒出來，這樣嘅，是屬於說凍硬啊。你傳統都應該講嘅石頭硬，就是你隻石頭山來燒出來的。石頭山本來有一條從業為石炭嘅礦脈，條白一熱嘅時節都會熱出一系列肥奶。不過石炭冇熱咧，石頭山鐵油嘅肥奶就以少有人來用。不過含鐵量高嘅肥奶，使有當特殊嘅功效。因為燒石頭山奶啊，它這個含土的、含鐵量比較高啦，佢燒出來就它因為變化較大，自己產生土的那裡面的那個氧化鐵啊，蛇帶在土裡面。你給它含鐵量高的時間，經過我們窯爐裡面燒烤以後啊，它會產生一些微量的那個遠紅外線的效果。原料用菜體嘅產品設計也有菜體，老一般嘅茶壺無同樣。3萬文化產業觀光協會開始推廣早期3萬外銷茶米嘅時節，幫日本人品嘗特選嘅台灣公泡茶。早期在40年代、50年代、60年代噶哈，外銷日本茶清太祖，幾條都幾米，差唔多有6、7家嘅台茶工廠，一年生產出差唔多1、2萬件外銷日本啊。那日本人來泡茶，佢看人茶好啦唔好，佢就用台灣去試茶。因為台灣公泡茶做得本色的迎合，平常享受到泡茶時茶米生產開來，留佢嘅香味，也做得順沙大響3萬茶米嘅名聲。用茶壺嘅烘泡，有種是如果茶米太多啦，浸到個地步，你生長不開來，有的時候你會浪費到茶葉，浪費掉。你用台灣泡法，佢當好就都個水烘到個秋水一樣啊，當做得很釋放的老茶釋放出來。前面品牌也有菜體化，3萬唯一的啡嘅廠，也同3萬印地產品合，推薦佢唔係搶頭牌推廣嘅方式，用3萬燒講出新的品牌故事。取到3灣燒就是說以當地的泥土來，那個當地的地名來燒啦。喺香港變做一個地方嘅產業沒有？對，我是結合地方特色我想說把我們的地方嘅東西帶到永遠把顯示出來。適當旺嘅啡嘅產業，到到一件沒落嘅茶米產業，3萬民間團體指定結合樣嘅，一撥啡嘅老茶米，有新嘅產業成績。